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老主，今日咱搁再一次奉主的名组织，用咱的歌声保罗咱主的圣尊名，嘛愿主互咱有受教健康，今日会当听到伊主爱的话语。咱今日要通过拄仔所读的这段经文，咱来思想一站，这个美好婚姻的成就是安怎成就的？咱台语堂最近有美好的代志，有人结婚，咱实在是恭喜咱新配，找到伊意爱的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啦，本来住在淡海，即摆已经结婚了，住在这个我拄仔问伊，住在这个邦桥，即摆要来教会服侍，搁较近一点嘛，我毋知是安怎去找到意中人啦，但是咱今日通过咱念伊要来看这段经文来思想，圣经当中这段经文安怎来描写，会当有安尼一站这个美好婚姻的这个成就，是安怎成就的我今日用这个 PPT 较红的有无？有喜气，用无？这段经文拄仔有读过对无？创世纪充满真侪故事啦，这是其中的一站这个故事一个跟卡通影片，毋是卡通，敢若童话个《老鼠娶亲记》我是无啥了解内底的内容，但是我知影这个名叫做鸟鼠娶某安尼当然咱是上帝儿女这个圣经当中讲到这个当中的这个。少年人安怎娶到伊意爱的某这段婚姻咱念伊好好来思想这段婚姻拄仔有讲到这个利百加甲伊的女婢骑骆驼对迄个管家去管家就带利百加转去这利百加就是咱今日讲的这个女主角伊甲伊的女婢骑骆驼，缀伊的管家去。当然，咱今日一直看，形容咱袂了解讲，这啥物故事但是如果咱有去读这段创世纪的24章这整章这24章讲一个人叫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无囝，上帝小赏赐互伊的一个后生伊。下骹阁有生两个囝就是这个以撒所生生这个以后娶某以后就生囝嘛人讲娶某生囝生了这个以扫甲这个雅各所以这个上帝应允安尼就一代搁一代搁一代传承所以咱今日看这段美好的婚姻的成就是非常的要紧非常的重要。讲到这利百加，伊就缀伊的管家去这故事爱讲到24章的头前，伊第一节虽然这个圣经当中讲到以撒的故事其实无济啦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这个故事足长的讲到伊的儿女特别雅各的故事嘛足济伊的孙真侪故事，但是以撒的故事伫圣经当中非常的少但是我拄仔讲伫迄24章当中，规章就是讲伊遮讲到是安怎娶某，安怎成就就讲到伊的老爸亚伯拉罕上帝有甲应允带离开故乡呢要来这个所应允的迦南地上帝嘛交代伊以后有囡仔以后袂使娶当地的这个女人所以伊就年老尤其是伊的太太这个撒拉过身以后这个囡仔圣经讲25章讲到讲这个时间以撒已经40岁呢，40岁还未娶某，做是大人会烦恼无？会要紧无？会啦亚伯拉罕已经100几岁6个囡仔还未娶要安怎所以伊就交代伊这个专业当中一个管家
讲到你咧头前啊，你知即个4章头前第3节迄个所在伊甲伊的管家讲啊，你着指上主天甲地的上帝来咒抓讲毋通甲我带遮的迦南女子做新妇伊甲伊的即个仆人安尼讲毋则好即个任务即个任务为虾米伊会安尼讲？就是要避免，要避免啥？当然，如果伊怎讲，你这当地带遮的查某囡仔会啥物款的影响？因为当地人因有拜一寡偶像一寡宗教文化的即个关系。如果即个查某囡仔嫁到即个家庭当中，是毋是加加减减，甚至是有大大的影响每个家庭丈夫虽然是要紧，但是做太太嘛是非常的重要，影响性特别对伊的事业甲对个整个家庭所以阿伯拉罕伊为虾米会安尼特别交代伊的仆人讲你等于我的故乡带我的囡仔找一个查某囡仔来做某安尼所以伊要避免就是我拄仔讲的。将来伊的囡仔怎成家立业以后，即个婚姻家庭怎带到一个即个当地的即个女子，一定会受到讲伊偶像崇拜即个宗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伊因为安尼一个念头一个原因伊就安尼开始为伊的囡仔要来敲找将来伊的新妇所以呢，这段婚姻即个成就第一，当然即个做爸母的人真要紧啦第二，我拄讲即个爸母已经6苦伊家己无法度走去抓转去家己故乡交代伊的仆人来完成即个任务所以今日咱即马看这24章头前我拄仔讲第3节拄仔讲叫仆人安尼甲伊咒抓伊就交代伊的仆人第1节讲原因啦讲阿伯啦。汉呢对伊至亲的管家讲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下你着去我的本地本族甲我的囝以撒带一个某带一个某即个故事头前甲讲甲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即个其实是因咧过去因咧所在一个传统的即个方式啦敢讲咱台湾讲一寡毋信耶稣的人要咒抓走去倒，走去庙去剁鸡头安尼讲我讲话拢真的因这就是讲要交代一件代志，要安怎讲？要安尼有一个承诺甲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下，大腿下是足重要的所在，敢毋是手放在所在，代表讲我对这件代志是非常的慎重什么人会当安尼会靠近这款的所在，迄定是足亲密的人你会放心的人、信任的人。所以呢，阿伯拉罕叫伊至亲的这个管家管家伊是真侪管家这个管家真至亲遮写讲至亲，其实要紧的，咱连了解为什么伊会找这个管家至亲的管家，安尼甲伊讲你去我的本地本族甲我的囝带一个某所以。交托什么人是非常的要紧的这个经言有一句话迄句话嘛影响着我为什么会当来华恩堂服侍会真要紧的一句话，因为我迄阵来华恩堂第一届分享的时阵，对一寡传道人、同工哩分享的时阵，上帝有我迄句话，迄句话讲到讲哇，一个好的人人交代伊做代志交代伊的人因为交代着人是正确的对的哇，就敢若讲你热，咱即马7月是足热对无你日头当中安尼敢若有一杯凉水人安尼摕你讲啉一喙什么款的心情？心情愉快，鼻吐开是安尼讲心凉鼻吐开安尼迄阵我讲了迄句话。教会讲，找即个来甲咱其他传道人一起同齐来同工啦，你备办即段经文当中的思想，甲我顶届
我拄仔讲的即段经文哦。所以即个主亲的关系就敢若是一个国语变怎讲都袂记啊啦吼，迄是箴言的常常想出来吼。所以阿伯拉罕呢，伊要找人，一定爱找了对的人，即段代志才有法度成就，成做一桩即个美好的婚姻。所以兄弟姊妹，我拄仔讲，一桩美好婚姻的成就，做士大人的真要紧哦。去执行的人有要紧啊无？嘛有要紧哦。所以咱任何的代志，咱伫生活当中工课，甲人斗阵，要用人要从啥物？你爱找啥物款人？找着人啦，哦，找毋着人哦，哦，有人是成就成事不足，败事安怎？犹豫对吧？哦，所以今日即桩美好婚姻的成就，第二要紧的，就是我拄仔讲的，爱找着人哦。即个忠心的仆人仆人吼，主亲的关系，伊就是一个非常有忠心的仆人，吼。所以阿伯拉罕呢，才会交代伊，吼。我即马继续咱来思想，即个仆人如果是你。兄弟姊妹，你做工课，头家互你一件代志，讲你去完成，你会安怎做？哦，工课态度影响到迄个工课结果。哦，所以呢，这个仆人咱来从对伊的心象来思想，伊是安怎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吼？伊是如何来完成主人互伊这尔重大的这个任务，要替伊的主人的囝。找一个查某囡仔来做某呢？咱继续来看吼，伊是安怎来完成？今日有10几个即个方面来思想吼。第一呢，伊接受任务，我拄仔讲的，主人叫伊的手放在伊的大腿下来就抓，讲你一定爱好转去我的本族本地替我的囡仔找一个姑娘转来所以呢，伊接受这个任务啦咱拄仔头前遐讲第9节就讲伊管家就将手放伫伊的主人阿伯拉罕的大腿下为着这代志来就抓。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要接受任务的时阵，无一定足甘愿的，嘛无一定会愿意总是咱会当来做一个忠实的仆人咱伫即个信仰当中服侍主嘛是共款。有当时一寡代志亲像是迄个一个足缘投的即个拍电影的男主角足少年开始拍一部电影，拍到即摆毋知第几集啊即摆老国啊甲我差不多年纪啊但是我无缘投啦，叫做阿汤啦阿汤哥拍的电影有一个系列叫做啥？不可能的任务，无可能的任务。但是迄个电影结果拢是安怎？迄个任务安怎？无可能变有可能啦迄个电影是娱乐电影啦但是我拄仔讲照安尼来思想有阵时咱会感觉讲真侪代志是无可能啦真困难去完成啦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愿意会当亲像这个仆人共款，愿意接受主人所托的任何的代志咱咧服侍主，如果用这款的态度不只是婚姻，真侪代志拢会当无可能变做有可能，因为圣经有一句话对无第一上帝是无讲无可能的就是有可能的代志所以呢，伊就接受这个任务接受任务第二呢，伊接受任务开始呢要安怎做，家己想对毋对当然，这个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啦。讲伊要接受任务进前，其实头家有咧想呢。伊甲伊的主人讲，我第5节讲，迄个管家就应讲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我来食我减通甲你的囝带转去你的故乡，就是讲要安怎完成这任务一个老考的管家要去找一个少年囡仔来，查某囡仔来。迄个查某囡仔，哪能讲要缀伊来呢？伊感觉讲，这应该是真困难万一讲无爱的时阵，是毋是带恁囡仔过去？安尼是毋是较好找？所以人会有人的想法，有人的办法，对毋对？所以这个仆人
就敢咱会共款，咱定定有当时啊，想到一寡代志的时阵，咱毋是讲去思想上帝的引带上帝的办法，咱总是用咱家己的聪明会想要去安怎去完成。所以呢，伊开始安尼去想一寡办法，是毋是会通但是这个对话当中阿伯拉罕佫重新甲伊讲甲伊讲你照我的去做，因为上帝已经甲我应允啦，你干那照我的去做就好，如果这个查某囡仔无爱缀你来，毋是你的问题，你就照我的去讲去做，毋是照你家己的想法，所以咱咧服侍上帝嘛共款，咱是要照上帝的意思，毋是咱照咱家己人的意思，所以即阵美好婚姻的成就，会当成就，会当美好，就是即个仆人照主人的意思去做，所以呢，第三就是安尼，第四呢，第四，即个仆人伊会当来完成伊主人的任务，我拄仔讲，伊愿意接受任务，虽然有家己的想法，但是伊愿意照主人的意思，过来呢，当伊安尼的时阵，伊就开始，伊有家己的一个计划啊。但是这个计划是要遵照主人的意思，当然主人的意思的背后是上帝的意思。伊就甲这个计划，毋是讲伊定了安尼就去做，伊甲这个计划呢交上帝，伊就是讲伊甲伊的主权呢交上帝，求上帝来引带，所以呢，伊第六，伊求上帝甲引带，伫这个24章头前的。12节甲14节中间，才有安尼有讲，即个仆人伊就爱开始安尼，转到伊主人的迄个故乡去，伊甲即个伊的计划呢，交上帝，求上帝甲引带，甲引带。所以呢，伫即个所在，12节讲上主，我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求你施恩，互我的主人阿伯拉罕。互我今日有好机会等等所以伊到一个古井边要去迄个所在看讲是毋是查某囡仔来到即个所在即个古井离古早尤其因迄个所在水真欠缺的所在要摕水的人一定爱去古井边去摕水，所以呢，一寡查某囡仔平常时嘛喊咧抛头露面查某囡仔爱做厝的代志，做厝的代志就是爱行水嘛要煮菜要洗身躯，一定爱用水。所以呢，查某囡仔会去即个古井边迄个查甫人拢伫外口咧放羊对无嘛会喙焦对无要啉水去倒？去古井边所以呢，较早的人因迄所在古井边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场所啦，我做起来的时阵阮咧故乡的人一寡人会场所有两个所在啦，就是庙口啦，无就是港墘边啦，庙口拢差不多插埔的啦，食饱闲闲咧讲一寡有诶无诶，查某囡仔毋查某仔太太拢你水边你创啥？你洗衫洗衫就讲恁兜安那，阮兜安那安尼啦我拄讲因这所在就是拢伫井边所以呢，这个仆人伊真巧呢，伊要倒找查某囡仔，落去古井的所在一定查某囡仔会来对吧伊就甲这个计划交上帝，伊有读甲有一个计划这经文真多咱莫详细读啦伊就安尼互上帝来为引带，求上帝互伊一个好机会伊就继续甲这个伊所计划求上帝开始来动工我拄仔讲，查某囡仔来古井食要来摕水对毋对？遮尔查某遮尔侪查某囡仔来，要找倒一个，要拣倒一个，伊哪会知？倒一个较好？所以伊就讲我试看觅讲我甲某咪查某囡仔讲你互我水啉不止安尼，水啉可能嘛真简单，真侪拢袂但是伊佫加一个佫较困难的。这个查某囡仔不止安尼呢，佫会甲我的骆驼甲每个骆驼拢水饲饱呢恁知影讲迄骆驼是沙漠之舟对无？伊的胃是偌大的，会当底真侪水对无？因为伫沙漠当中
需要水，骆驼安尼吼，袂去打死，吼，因为伊的水足济拢伫个身躯顶，所以骆驼要啉水啉足济哦，即个仆人有10只骆驼呢，吼，而且即个毋知有正确无正确啦，骆驼吼，一只骆驼爱啉70公升的水，敢若一台咱即马一台车嘛，加油嘛加迄50-60公升呢吼，10只700公升呢，伊古井要安尼吼，吸水吼，一桶开看较几届。要用啉水呢，几百 CC 就煞。所以这仆人咧讲，较输有即款的查某囡仔，哇，这查某囡仔伊就诚赞对无？所以呢，伊就甲即个计划交上帝讲，上帝是毋是有即款的查某囡仔出现呢？伊就求上帝来动工啊。果然啊，我拄仔讲真侪查某囡仔来古井食要来摕水啊，伊就甲可能圣经无描写足详细讲是毋是甲几个讲，但是讲到讲，伊甲即个利百加讲的时阵啊，利百加不只讲愿意互伊水呢，才佫讲啊，用水紧对即个水瓶甲倒伊的手安尼去，互即个仆人啉呢，遮尔安怎？遮尔毋是讲如何伊，还是讲凊彩，毋是呢，伊安尼帮伊互伊即个人会当啉着水。伊未开喙即个利百加家己讲，我佫互你的即个骆驼逐只拢啉甲饱安尼啦。所以即个仆人讲，上帝真正是互伊好机会，遮尔好的一个查某囡仔出现啦。伊就安尼点看，但是是毋是这伊嘛爱确定啊？毋是讲伊安尼一个看到一个啥物看到一个婴儿生的一个囝，毋是安尼，毋是讲安尼就是一个伊就去看讲到底是毋是真正是一个啦？咱佫继续来看伊就听候上帝，是毋讲真正是即个查某囡仔，因为伊要照伊的主人讲的，要转来伊的故乡嘛，要找本地人所以即个管家就注意看讲，点拢无咧讲话要爱知影讲上主是毋是会互伊的任务顺利完成啊？无定家己一个叫啥一厢情愿嘛，无定对啊所以伊会点咧听候上帝伊就看即个查某囡仔，我拄仔讲。要有骆驼啉饱一定要一段时间呢伊可能看伊的动作是安怎做安尼观察呢观察。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较早咧相亲的时阵做时大人会去注意咧食饭的时阵，看伊是安怎硬猪硬菜安尼迄个查甫的查某安怎是毋是？我毋知是安尼，上阮一个拢另外，你阵咧娶新妇干嘛呢？所以伊就安尼开始咧详细咧观察咧，过来伊就留心安尼观看骆驼最后啉饱迄个人就是迄个仆人就摕一个6公克金片环安尼6公克是几克啦？我毋知啦。过来一对114公克的金手环互即个查某囡仔就是利百加为什么？要做开路啦，毋是讲聘礼尔啦但是嘛是安尼表达伊的心意意思要甲伊讲就甲问伊一个问题讲请问你是啥物人的查某囝恁老爸的厝兼有所在互阮困眠看是会当接待人啦要嘛讲想要去因兜就是要安尼按算甲许多人提亲嘛所以呢，这利百加就甲伊讲，我是比土咧的这个查某囝阮老爸是这个密加甲拿荷生的囝阮有充足的草料米粮嘛有所在通互恁困眠上帝是毋是安尼咧开的路这个利百加就甲这个阿伯拉罕的这个仆人安尼讲敢若真顺序真顺序来过来呢。继续即个仆人，我拄仔讲，伊个代志，毋是讲我照家己的计划、家己想法去做，伊是甲即个交给上帝，这代表啥物？代表有祈祷呢，交到上帝因带，所以
一路安尼哇，上帝安尼甲伊备办开路成就，伊就规个敬拜上主，讲哇，我要称赞上主，我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伊一直用主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一路引带我来到我主人兄弟的厝，顶，哇！所以呢，箴言3章第5、第6节嘛，一句话咱如果甲所有的代志专心来信赖咱的主无靠家己的聪明，迄句话上帝甲咱讲，伊一定会带咱的路即用的即个仆人的心肠。就真正是安尼咧所以如果咱的信仰当中咱有领受，如果咱愿意照属灵的即个真理原则来行事行道，我相信咱必然形同咱拄啊即个，咱拄啊读的启应文嘛，刚好读到一句话，对毋对所以即个仆人伊就感谢上帝，哇，听伊的祈祷啊！所以兄弟姊妹，你任何的祈祷，你敢有问讲上帝拢甲你成就呢？咱是毋是？虽然这是一个婚姻的代志，咱任何代志嘛共款所以继续咱来看，这个仆人是安怎来完成伊主人伊的这个任务伊就照利百加所讲第二引导、长引导，伊就甲这个有关的人解说原因。有关人什么人？就利百加因爸爸妈妈嘛还佫有一兄哥啦就开始甲因找人讲我是什么人啊？这仆人就自我介绍啦为什么我会去拄恁查某囝伫国家边发生的代志我为什么千里迢迢对家人来到这个所在伊的主人什么人爱叫伊转来要创啥？伊就安尼讲伫这个34节甲49节经文真多啦伊就安尼甲伊解说解说了后呢因找人哇！我查某囡仔安尼有一个人意爱即号的人感觉是有额人好额人叫做好徛人好徛人徛10只骆驼来呢，佫即个仆人佫有带伊的仆人同伴呢一群人佫炸遮尔济现金要来下订呢大家拢感觉讲即个婚姻嘛建立起来真好所以呢因就交代即个仆人解说原因以后解说原因以后，因就讲安尼伊仆人任务完成对毋对？就要应该甲查某囡仔要带转去但是因做人总是毋甘嘛毋甘讲无安尼啦，你佫无嘛佫大接10工安尼至少10工安尼才转去啦才去转去交代但是这个仆人安怎讲？伊一路来嘛开真侪时间对无已經找到伊是講，佫轉去嘛，佫一段時間所以佫前10工，伊講安尼可能毋當啦，傷久啦伊就想要趕緊轉去，所以呢，伊無做無所謂的這個延前啦所以要緊轉去完成任務轉去完成任務。所以今日兄弟姊妹，咱有人寫咱真濟代志有人寫安怎講有一个故事啦，讲即个人我这故事无讲真完整，但意思大概是安尼讲，即个人伊本来要做某物代志，要做去某物代志，伊就一路出去行咯，行到某物所来看到啥物代志然后伊就无去讲想过要专心要完成的代志，伊就去停起来去因为迄个代志受影响，然后去延前后来伊就搁安尼搁方向就改变啦，改变以后呢？去到某个所在，佫发现啥物代志，就佫啥物佫一路改变，伊原来要做的代志拢袂记了这个故事有听过无？虽然我安尼讲了无讲足清楚的，但是意思是安尼啦敢若讲迄个人，我佫讲一下想法卖。敢若讲这个人你因兜做啥物代志欠一下物件，要去即个街仔上要买物件就对啦买物件，结果伊出去讲了一只鸡这一只鸡要甲掠鸡安尼，掠鸡，这掠鸡应该甲关起好食物件就安尼一路，煞袂记要去买工具就对啦买导游，你知影这故事我咧讲啥我是袂记个内容啦，但是我讲为什么这个仆人伊无爱延前
伊的任务就是你的头壳顶。敢若讲阿汤哥，为什么不可能任务迄部电影，结果电影的结局拢是不饥可能嘛，拢完成嘛，对吧？吼，所以这个布林如果也延前从啥，伊不在讲，无我踮咧食，我莫转去啊，对吧？嘛有可能啊，嘛有丽贝家家己带来做，莫讲做某，做布林嘛无了，嘛有带足侪某，对毋对？吼，嘛有可能啊，真侪代志拢有非常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布林安怎讲？伊讲吼，一工都毋通延前啦，吼，伊一工都无爱延前，吼。所以呢，伊就带咱拄仔所读的即段经文吼，今日主要的经文吼，伊就带丽贝家吼。转去啊，安尼就知影咱今日经文为什么伊安尼来描写，吼。所以我拄讲，即站美好婚姻的即个成就啊，吼，除了吼，我拄讲阿伯拉罕，吼，即个做是大人的真要紧，即个仆人嘛真要紧。我拄讲安尼十几个安尼程序安尼落来，其中有某物代志无顺序，一定是。最后嘛无可能成就的，吼。所以咱今日讲遮尔啊侪吼，咱就要来思想，吼，要来思想吼。这个故事当中有4个人，我拄仔讲头一个啥人？阿伯拉罕嘛，吼，阿伯拉罕。等下你这两句毋知要对咧，这个第3声啊第4声吼。这个啥物款人？做爸母的人，吼。啊，第二，这个忠心的这个老仆人，吼，真正是完成任务的人，吼。啊，第三个我拄仔讲的吼，丽贝加，吼，丽贝加，伊会安尼，伫遮尔一个查某囡仔当中，伊变成一个主要的这女主角，吼，伊的关键性、重要性，连面咱来思想。啊，最后就是。这男主角敢若出现较少啦，吼，出现较少吼。但是咱嘛共款来思想，所以讲一站这美好婚姻的成就，今日这经文当中，咱发觉讲有4个足关键的。所以咱今日通过这个故事安尼吼，来小可整理一下吼，咱要对这4个人当中来学习啥物吼，来思想啥物吼。第一，我拄仔讲做爸母的人，吼，做爸母的人，如果咱在座是做爸母的人。啊，咱有时势还未成家吼。如果已经成家嘛共款，咱嘛爱为咱的时势的婚姻家庭来做守望者，吼，来常常为因祈祷。哦，如果xác实无婚姻，今日即个故事当中，互咱做爸母的人有啥物款的一个提醒，就是讲咱爱来关心咱时势的婚姻。有当时啊，特别咱台湾即马是一个啥物款的世代。叫做人讲啥物？不婚的世代，结婚以后无爱生囝，叫做不婚的世代，嘛是少子的世代。新爸你已经结婚啊，你会少子啊多子？吼，毋知啦吼，求上帝互伊安尼吼，有即个诗篇有一句话讲，哇，即个一个人吼，迄写剑吼，写剑伊的剑底内底吼。剑足济啊，代表这个人安怎？有够安怎？有福够福气吼。啊，这是一个形容啦吼。一个家庭当中有做真济咱的时势，迄是真正真福气的吼。所以呢，咱做爸母的人，咱要紧爱亲像这阿伯拉罕共款吼，爱为咱的时势来守望吼。尤其我讲阿伯拉罕呢，伊保守。伊的即个信用，咱拄仔讲，伊要转去伊的本地要找查某囡仔，毋是讲要来保全伊的即个血统尔，嘛毋是讲要找伊家己本族的人，毋是安尼遮尔狭隘的一个观念。重要的是，我拄仔讲，即个宗教信用会要紧，所以咱的时势将来的婚姻，如果嫁予某物查甫的，还是讲娶到某物查某的。拢会互相去影响，所以圣经嘛甲咱讲吼，无同心要咱同行较早因咧古早因迄边的下尾犁田拢是几啊只牛放斗阵嘛，毋是讲咱台湾的拢差不多一只牛尔，
啊，两只牛啊，放斗阵的阵，无担心要安累残，对无？吼，所以家庭的意思就是安尼吼。所以今日即阵美好婚姻的成就的第一重点，就是爸母，吼。所以咱来为这吼，来为咱兄弟姊妹哦，做爸母的人，咱家己来祈祷，嘛为咱的逝世的婚姻来守望祈祷。不管是已经建立婚姻，还是还未建立婚姻的。第二，就是我拄仔就要甲恁讲的，讲即个仆人吼，伊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咱每个人拢检采伫某米的时间当中担任无共款的即个角色的人吼。像咱二叔较早哦，听讲迄阵啊，顶礼拜我甲一个西曼斯班的姊妹讲要去看三叔，哦，你讲讲二叔虽然讲毋是你的正手艺人啦吼，但是讲哦，恁迄个公司内底，哦，二叔是伊哦，嘛算讲伊你是伊的主管就对啦吼。虽然毋是直属的，但是共阮即个业务的啦。伊讲哦，二叔非常的哦，即个忠心伫公司当中做甲即个应该上悬啊，遐好去啊吼，财务上面的上悬啊安尼。哦，伊直讲到二叔是安怎好的一个主管安尼吼，等等。啊，我讲，我你嘛是真好的一个哦，这个职员共款吼。所以呢，第二点讲，咱来做一个伫这个上帝所托付咱的人，安尼时阵呢，咱才会当互交代互咱的迄个人，会当得到安怎？得到咱遮讲的婚姻的成就，也是讲伊交代互你，而且任务你完成。我顶解讲，你也怎啊？你外口公司做业务。哇！恁公司头家派你去创啥物？你讲啊签约啊，吼，我已经得到啊，即个订单啊，吼。总之较早是贸易公司哦，毋是，哦，叫做 LC 吼，还是啥物吼？不是 A1 好，安尼公司就做着生意啊，对无？就趁着钱啊，对无？吼，啊，像你工程嘛共款，不管是啥物，吼，咱会当去完成，吼，咱必须爱，毋是靠家己。是倚靠上帝，吼！啊，最后就是咱每个人啦，吼！不管你啥物款，你做爸母还是讲你做仆人，不管咱任何人，咱任何的代志，吼！我拄讲，今日虽然是讲到一层即个婚姻的成就，真做美好，吼！任何代志嘛共款，如果咱拢来倚靠上帝，吼，相信上帝，一切代志一定，吼，上帝会为咱来陪伴，吼，为你来陪伴，来安排。哦，来完成。哦，咱今日啊，通过最近讲新配结婚，牧师伫前阵应该顶个月来诉请的就讲啊，伊要结婚啊，我去结婚去登记啊，还未请人客啊，所以前两三礼拜，吼，请人客，吼，这个婚姻就安尼成就啊！我开始咧读这个创世纪每日活水，拄啊读到这段经文，所以今日呢。哦，就甲大家哦来分享哦啊！最近吼，应该讲最近啊，即阵啊吼，真侪人你讲迄恁后生查某囝啊，娶某啊，这个嫁袂，雄来足侪啦，讲哎甲牧师用赖讲啦，还是讲你自会讲啦，讲要创啥，包括咱大家都嘛来你讲啦，嘿。我是讲，上帝是要安怎来成就我毋知啦吼。啊，拄我读到这啦吼，所以今日吼嘛种种的原因吼，甲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哦，毋茫讲上帝互咱不只是有关家庭、事世、婚姻的代志吼，连咱任何的代志嘛共款。哦，咱一定爱照上帝的意思，安尼咱必定拢会当得到上帝要赏赐互咱的。咱三个阿同来祈祷。主，阮今日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通过创世纪圣经24章所记载以撒伊娶某的即件美好婚姻成就的代志，互阮来思想。当阮做一个爸母的人，阮爱如何来为阮逝世，来为因的婚姻守望、祈祷、甲费心。阮嘛对即个故事当中来思想到，阮咧生活当中，特别咧工课当中，当阮要接受任何的任务的时阵，
我们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回应，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完成。但愿阮今日嘛会当对即个仆人的心章来学习，阮嘛要共款对第八家伊的即个查某囡仔，伊的好的性情生命当中，安怎来思想上帝为伊所备办即个美好的婚姻，也为即个以撒伊伫照着你上帝应允和阿伯勒罕的即个应允当中，来承接着伊父亲父亲和领受的即应允，直到伊成做一个传承的人，在伊的婚姻当中也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愿阮兄弟姊妹每个人今日有安尼会领受以后，来应用在阮的生活、阮的日常，特别在阮的工课当中，拢会当遵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来寻求主你的旨意，寻求主你的带领，互阮兄弟姊妹在阮的生活当中，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施恩甲祝福。特别为着在座已经有婚姻的家庭，无论兄弟还是姊妹，但愿主你来保守看顾带领着阮的婚姻，建立在主你的即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会当得到美好的婚姻。也为着还未成家立业的兄弟姊妹未来的婚姻，也愿主你来备办甲应带，愿主你来成就。这是阮每个兄弟姊妹向你的仰望、甲仰望、甲恳求。感谢阿罗上帝，安尼向你来恳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